先一齊進步，呢度俾到有 feel， 都係呢，不進則退，係咪退步？邊個知？最少嘗試用字去記住，一步一步一步行，沿途跨越咗幾多難關。隨住步伐變得緩慢，節奏變翻4拍變化，發電站嘅電壓要識得調整，要識得調停。冇嘢係完整，減少完美主義者，好似揾到錢可以買到好多嘢，但你自己對人又會否講多謝？點樣先一齊進步？呢度俾到有 feel， 都係呢，不進則退，係咪退步？邊個知？最少嘗試用字去記住，進步嘅對象要係自己，記住勿自大勿自卑，感恩係個秘訣之道，人品係你快捷通道。花生我都盡量少食，食得多對專注係冇益，自律又使乜風紀 HK 嗰啲濕鳩管理，就街黐線佬係咪真係咁瘋狂？定係壓抑得太耐，搞到個人唔健康？所以操練身體變得健壯，思路亦要變返正當。以前乜都屌，而家乜都笑，返工講嘢少，沉默變得重要。就算可以出到名，咁又有乜緊要？重要係 rap 時個仔發自內心地笑。點樣先一齊進步？呢度俾到有 feel， 都係呢，不進則退，係咪退步？邊個知？最少嘗試用字去記住，點樣先一齊進步？呢度俾到有 feel， 都係呢，不進則退，係咪退步？邊個知？最少嘗試用字去記住。